他们一路走来的修办道精神，其实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贯道真正的意在哪里？一贯道真正的意在哪里？咱若办道天天之后，咱若办道的老天爷，跟外伟大外殊心也彰显出来。咱若真正好好来做，事业点渔民长期就感受到天之灵明殊胜跟伟大跟浩瀚，不能不来修，不能不来行。谢谢老前辈，我们眼见目睹耳闻的时候，那一种感受，那一种对自我的震撼力是那么强烈的，在这里。这句话是最基本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一切令人相当赞叹。这是我们要一直有往的实践的一种。所以，我们道场的老前辈他们的心呢，我们觉得感受在这。那当然，我们天命所逼的是三朝古路，接下来老师师傅天命的后面，后面但身为45的弟子我们也不能随意以这个来自己承担下来。所以我们练的这个立本大概只有2项，人朝跟地朝都很清楚，半天朝的不能没有地。那代表不是说我们能够办的问题，因为三朝古路本身是师之师母这个贵这要办的事，他这贵这要办的事。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师之师母现在都不在了，大概都不办这个事了。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虽然有一些少部分的道前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说你看你们总会你们各支线都不办三朝了，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办三朝了。但是呢，真的能够解决掉事情吗？我觉得不必然。人朝都办不好了，不要奢望办到天朝，甚至办到地朝，就是办地朝就该有这个办法。尤其我们前辈都特别交代，心理病的病人前几年最好不要办地朝。你不要说不是我办的，那是师傅来点的，跟我无关。我只是请他来点而已对不对？我所见他就而已嘛，用完了还是回回跟我说。师母有问题，他请他去了，当然绝对不行，因为你要负责基本上要看看身家如何品性如何，不能大意不能随便前些天有一个前辈才给我们提一个实例，他说一个点传师呢，香港的点传师，他的印堂，他的母亲从内陆从大陆来香港依亲他的母亲还没求到，说点传师他母亲没求到还得了，天天在不然你不求到还可以吗？这作为妈妈的，咋都爸爸我看妈妈奇怪，妈妈你哪边走到负责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我跟妈求这么没用，没考虑走哇，他的儿子当然就很伤心了当然就请教前辈怎么办，前辈说怎么办，只能够多配合对不对？多做功德你都讲不通谁都跟他不认识，能够讲得通吗？结果不到1年多，他这个母亲竟然归附在香港，听见这样的，我应该超过了应该超过他后悔了，超过的美国，你老婆超过的还有，我懂了但是呢，前辈有智慧，前辈就说话，你看看，你母亲在生的时候，听到求道就起反感，你还敢马上跟他抄法？你这么大胆，这代表你母亲不晓得什么因缘，道跟他得冤得仇，道跟他没有冤仇，他为什么听到求道就这么反感，就马上要离开？这个表示他有不同的因缘，你要多扶持他，多跟他做一点事，不要马上要办这么多事，不然你怎么做？结果呢？这位前人还是不死心，有点请教另外一个前人，那个前人不知道这个过程。很好大孝是一个老前人来亲自跟他这个前人是个母亲办操，点的时候，这个老前人应该是道高德重是不是？老前人70岁了，点了之后呢，2个礼拜这个手还是没有两条手不同的路跟他们同老前辈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说你出来练我哪会知2礼拜点的你看来你到今晚你别耍他推都没修的那个点的就给修2礼拜我
般语言，你们宣传，你们请靠，你们动弯，你们策划组，都对了，你那不对话，打开始麻烦，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觉得真如不心，三宝土木呢，放在属这个地方来作业，才是合理，才是恰当。接下来这一个诠释，这一个解读啊，那道场传统语言啊，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啊，或许会比较恰当。这样解读的问题所在，所以说，当他们开始信息合乎圣训言典的它的言义，一块来说是什么？信息合乎啊，圣贤先佛啊，也问我，信息实实在在生命的感受，要符合这三个要件来做基本的解读啊，才不会有一些后遗症。接下来六位呢说，天地真气制造的天觉醒，代表说，咱作为人的心，咱的重要内在道啊，自成哲理，不管是高天的龙威性，龙天的高威性都可以，这是有感知。那真气制造就是环境来把奥义找这个事由人本身来着手做起。接下来是会问到什么是我的意思啊？问了背后的这种担当的宏愿啊，所以天地民主啊，它不能给到一种在这个立场上来表达出来。只要不离开事物的话，都成为关系。或一个我们道路发展有目前既定的一个规模，各主线的模式运作，起码是合中有温啊，温中有和啊，这样是一个继承的一个定型化的运作方式。但是我们也给我们的老前辈啊，国信马起来要求，马起来提醒，也都记就，不要谈到一万到全体的一个大整，最少在各组织线本身内部不在分类不在自我分类。那我们觉得这样就是一贯道气最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这样子来吃饭会掉很多最低不点的美国所在。道歉的上是跟我们分享手中经历生命秘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重点，身为联合师是一个关键的天职。道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困扰，来到联合师的职务上比较这个。所以我们身为联合师，我们当然一定在对应界限，在国难系统这样的一个传统语言思维之下，我们尽心尽力务实我们每一个道场的领导前辈务求每一个道场的稳健发展。接下来是传统道场的以后大家可以弘展于世界各地，令人感动令人的钦佩，令人有效法追随所在的那当然修改歌词再来个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发现道场传统语言里面比版本会也可以说是最直截了当的，就是我们联合式的译本联合式的译本，那算是最直截了当的道场传统语言这次晚间道场开始回归到这个主流来因为一般道明朗化跟世界各地宗教团体大家平常都有互动的机会，但是道歉也都会跟各宗教信众有互动的机会一贯的道内所讲什么内容所修什么内涵各道国际的确定的表达都来进行那些困惑所以信体真传当前提示，接下来修汉道最基本的传统也可以说最讲也可以说在我们身为联合师都可以说相当清楚接下来一贯的最感人的地方，不管他处在什么一个职责，处在什么一个职务都当前指示老前辈也是苦口婆心，也是鼓励我们不贪心妄想。我们不管处在什么一个职级职务，不管在后天在先天，我们都尽心尽力。我们能够守住敬意精明力力，表演完相这样子每一段艺术来诠释道场传统语言，能够比较保证不会歧出，不会造成有不同的不好的那一些后遗症。后续那天才跟几位同修在分享因为有他
超20年，连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都拆伙了，然后各论其实，各论其非啊，到现在水火不容。我觉得这是活生生摆在我们台湾面前看到，又何苦呢？又何苦呢？还有就是给你唱诗的会员前途，这件事这一仗，我觉得相当不好算，我觉得是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就按照我们老祖师的宏愿呢，就是希望能够弥勒家园世界大，所以道场的转型、道场的开拓、心胸的开拓高瞻远瞩，都是因应的弥勒家园世界大这样的格局而来。我们不是小小格局，不是个人的超出要求的别人，我们放眼天下苍生，如何能够真的化沙化说佛为净土？这是老祖师的宏愿的人间天堂。要把佛国净土搬到人间来，绝对是靠你们的，不是靠一个佛菩萨。佛菩萨早就没这个问题了，问题真正来源在一切众生身上，所以需要道业树业，需要远远的弥勒眷属，一贯到弟子共同来承担。在各行各业，在各国各地，大家扮演好我们身为弟子徒孙辈这样的一种精神，能够让真的也不可及可能中不到无极间，能够现实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我们觉得一贯道最令人感动的一面，也是总结各界贵宾来参加一贯道的活动，他们齐相肯定的所在。一贯的规矩秩序有礼貌大家心灵上能契合大家能够尽好这些遵循以后，这种生命的投注，就是人类最缺乏的宝藏，人类最需要开发的，带给人类希望、带给人类前途的重要的力量在这里。是我们身为一贯道的天命传承者觉得这种道的传递给我们的期许给我们的方向，我们设限在黑日升的家庭故事各位老前辈这个月的大力带领之下，我们相信也不会辜负各位老前辈的期许，在我们身上，甚至在我们往后的岁月，都继续来为一贯道规律传承努力贡献。我觉得今天大家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提供这一点点的关系，各位给的是前面做一个参考，有所不足待会还有综合座谈请大家多多的指正，而且理事长多多的陪伴。再次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平安，阖家喜乐幸福。我们的道路在各位老前人领导之下，各位现在所实在道路上能够更加的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你的。做
就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的秘书长来操持这最后15章啊，请各位把所看到、所想到的宝贵见肯定。那个秘书长说先唱一首歌，大家很累了啊，唱什么歌好啊？这是一条很远的路，这是一条很远，听到我那边话啊，这是一条很远的路，是一条很远的路。大家跳前面后面都站起来，来，请我们高雄市工业副市长刘女士站在下，刘女士哪位？刘女士哪位在那里站在下？刘女士，哎，对，让他向他这样笑嘻嘻的啊，哎，听到这是一条很细点的啊，这个是华语港湾啊，请跟我念念啊。这是一条很远的路，这是一条很远的路，因为有你，用心慈悲待你，使我相信，有一天你因为平安欢喜到达，请大家啊，请大家或者唱一遍，唱一遍啊。这是一条很远的路，可以唱。这是几条今天被萝卜扣了，不行啊，那边啊，要很喜悦的啊。你这样广播，我就很公平啊，这个不要怕啊。这是一条很远的路，可以唱。这是一条很远的路，因为有你用心慈悲待你。因为有你用心慈悲待你，使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使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平安欢喜到达，平安欢喜到达，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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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感恩，感恩。但是现在不是音乐课，我们做不做的，我是说这个唱下来啊。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在座前面的我们从电视线上过去的哈，一贯道总会的李秘书长、目前的大场先生啊。做开会的钟部前南，一贯道总会的王秘书长、王秘书长。副理事长刘女士，好，我们在掌声当中开始今天的座谈会啊，请各位在座各位把今天所看到的、所听到、所想到的，或者以往你所看到、所想到的，想要建议我们总会的，或是提供参考的，都可以提出来。这是最轻的时候，心中当中不要忘记，你身边有茶水，好像那个点心都没有拿那个样子啊，请手转过形象，把它打开。亲自来谈这样的意思哈，不要太严肃了，这个一下啊。旁边的茶水把它打开，打开，把那个底锅包什么那个点心来打开啊。边吃点心要天天愉快才对啊。现在最后10分钟是最愉快时候啊，请大家这个时候有宝贵意见可以提出来。有谁要先提出宝贵意见？对，应该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请我们的中心来讲几句话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说很高兴的，这个第二声讨论大家那边整天的哈，我们也请我们主任讲几句话嘛哈，应该是说话你就会有什么来才对了哈。好，我们请周先生讲几句话。一贯道总会王秘书长，还有我们一贯道总会李秘书长，还有我们一贯道总会肖副秘书长，还有我们这个高雄分会姚理事长，还有这一位尤副理事长，还有我们各位前人，各位点文书，各位大德，今天获取非常荣幸，我们
们一贯道总会来获取那个义和社团来举办我们南区点传师联谊会，获取仅代表我们义和社团所有各位点传师、各位道亲，12万分的欢迎我们大家大的光临。给我们获取有学习、有了解的机会，希望我们各位以后有机会都回来到我们的道场多多指教。当然，我们或许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尤其设备方面，还有服务方面。有都可能没有做好，也希望呢，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李秘书长、肖秘书长，还有我们各位前贤同修，多多的指教。今天呢，或许在这里也是感恩再感恩，谢谢再谢谢我们各位前人、各位点传师的莅临给我们。这个义和社团带来了这个非常的荣幸，或许在这里尽代表，谢谢各位，谢谢。那么以后我们就常常来这里，好不好？好，谢谢，感谢各位。好，现在我们这些各位什么宝贝姐可以提出来吗？有没有？一直还在想当中但是好像是不中或者说实在的，举办一场这种大型活动，这个举办一场这种大型活动，这个劳师动众在座各位，我们知道，凡是假日时候，就是一贯到点的是最忙的时候，这是我们深刻了解。说不定今天也有很繁忙高我，但是我们要配合这场的这种联合时间里面。不一定说什么也来参加。说实在的，身为是大家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所以是很简单。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高老前人，看到高前人，以及高老前人，各位前辈的他们是风尘仆仆的，为了这场这个联合时间里面，他们也是开展过来的我们是非常感谢他们。尤其今天的主讲者所讲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每一节所讲的。对，我们目前当前道场需要今天可以说像今天各位跟过去一样，收益良多，收获很多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但是收获良多做一整天也很累所以也是因为累，又很高兴就笑不出来，很正常的正常的，不要紧。好，现在30秒到了，一个宝贝谁要先提示你的宝贝怎么样？不客气这是掌握麦克风在这个有没有？前方或者是，这个时候你们不放表情，就是拿麦克风超时的最结果的时候了包括在讲大概你就会有宝贝就提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这次我们准备的是不是很周详造成很多不便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想要达到的事情希望各位能够包涵。我们还有感谢的那明天对中区的效果的以后呢，我们的王市长、秘书长要赶到中区去那高老前呢跟陈大哥已经谈对中部了，陈大哥还在南部，明天早上办公室才要赶回中部去明天是中区的中级的这种联合事业然后各位联合事前面有什么宝贝见面提供一些参考吗？有没有？都很客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请高雄市分会的这个姚理事长讲几句话这个片中是这样。
陈老师大家讲下，今日就是咱南部陈老师的这个联谊会啊，希望咱这个书记，感谢这个书记互咱有这个机会。那么今日伫这个短短这几节，我相信咱各位高手，顺利生活，大家受益用多安尼。关于咱老前各老前人，一节的这个主题呢，或是点亲切的一个感触啊。那么各老前人呢，会使讲伫咱大陆现在目前就是伊当中呢，是一个宝贝，会使讲是一个国宝级的。那么会使讲80几岁呢，身体非常健康，也佫有迄个机会把咱这个经验来吼，或是感觉非常欢喜啊！我相信咱各位拢同款，但是伊是即句呢，主题是或是就是一个回想吼。伊即句话讲，我们修道人吼，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童心，咱的人的心。我们的童心呢，就是天真无邪，会使讲非常的纯净，非常的这个朴实。所以即句话就是表示讲，咱今日心里这本书呢，伫这个修办道这个当中，爱非常的清净的这个心，就亲像咱这个童心一样，天真无邪吼。这是咱过来这里这句最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咱前人，包括老前人，伊在这个提起吼，咱今仔修办道呢，就是无退休。或是记得我们之前人哈，修办道决定没有退休，因为没有什么退休，很多的前人呢都到90岁呢，还过来修办道，只有咱的天道最崇高，最尊贵，因为咱的国民的这个60岁呢就退休，退休拢大多数拢休息了。我有朋友退休了后呢，马上来随时。变到出去来，那么咱修办道中间呢，就是无退休，到90几、80岁呢，我们老前辈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他的精神啊，也佫真好，是讲咱大国前人哦，虽然行路呢非常这个严重，但是伊的记忆、甲伊的讲话呢，会使讲非常的清净啊，尤其咱个别这个老前人同款。我当然伫咱的台顶吼，讲即种话真不多咧。那么，即若是讲伊的即个精神吼，太修理各方面咧，大家指导吼。我相信咱伫社会中吼，社会人士咧，要有遮条人伫即个当中讲，掌握一段时间咧，那么这是非常的不简单的。那么，尤其是咱伫道中吼，王老前人吼，会使讲伫咱惯道的聪慧。这个书记员，那么各位老前人呢，对咱王前人吼，伊的这个评论，就是咱台湾人最高义吼、最实在的这个建议，所以大家拢来赞叹。咱的秘书长吼，世界第一位吼，不管是英文也好，不管是国语也好，不管老的也好，工作吼。会使讲非常的这个一流啊！实实在在社会咧甲你评论哦，真真正正伫咱的电视台、各宗教咧，拢即个讲经咧说法，但是也不一贯道吼，所有当事真的是，咱这是这个一贯道秘密形象吼，所做代志拢看起来真少互社会人了解，嘛真少伫电视台咧去方面咧。但是真侪也佫唔知影，有接触到咱的这个道场的当中呢，大家拢非常的赞同。亲像讲咱伊秘书长呢，有伊的口才，有伊的德性，有伊的水准哦，伫咱一贯道，迄是非常非常对咱总统的这个帮助安尼。希望咱各位今日咧，这老将辈，较才现人呢，来做咱一贯道的这个后盾。有时咱展览书也是来天选吼，今日咧要来开着咱展书班，就是咱提心爱意，
提升家己个师傅的这个资质啊。因为伫这个三期发射度化众生，就是修己度人，那么要来启发社会的这个心，只有咱个师傅来做起，自我提升，才有可能度化这个社会，越越这个众生啊。那么咱今日伫这个以后圣堂吼，好些了解，因当时是40几间堂，几个这个师傅，有在叫咱建设一个遮庄严的这个道场，这种表示讲咱天天看的吼，越重视形象，以外有无形吼，真侪咱的锻炼啊，这个甲咱加起来。所以今仔日呢，真难得吼，好些来到遮，来遮已经来看过来摆，因为咱的新天台山都来建设，或者整整都来这个10摆。每一摆呢，伊进度都无共款，所以今日呢，大家有这个福气呢，来咱义务圣堂吼，来开这个经理班，这是咱大家福气。啊，所以今日若是咱来开这个经理会，我相信咱也无来到咱义务圣堂的，也好诚济安尼。所以咱今日互咱义务圣堂就这个呢这个教材啦吼。真侪无用，真侪义工，真侪喷润吼，当到咱这个真丰富的这个午餐吼，我相信大家拢接到非常的欢迎安尼。咱向咱的主持人鼓掌一下。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咱大家的时间吼，好势真难办，有咱的副秘书长呢这个要求啦吼，是要求，而且。可能各位呢，大家这个鼓励规矩啦。现在伫这个社会政府有遇到这个舆论，就是即马要来做点事，要来做工事都非常歹做。今仔咱毋是讲咱今仔为耐心，为耐力，为了练人命啦吼。当时嘛会管道理，所以伫这个非常难当的这个时阵，伫修行也好，伫做官嘛好，这个时阵就难。过去做总统呢，会使讲非常专业吼，无能讲去咧工作当中。现在即马马总统呢，到处电视台那些顺都会当马总统。所以现在民主时代吼，也为所有的困难的所在。即马做官做市长嘛同款，较早拢强强坚定，即马毋是抗议吼。即马咱的市长讲，做点来说呢。无简单，过去强强紧紧，即摆呢真侪吼，伊看袂顺眼，也可以来咱呢，咱是来议论者。所以今仔伫这个关系当中，真正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这辛苦当中，我都原因。伫这个关系当中，咱今仔日有着无无的众生，因无辛苦呢，咱可以来这个来承担。大家也不要这个挺起来。以上祝咱各位大家虽然机会，新完红灯万顺利，身体健康。好，我们谢谢。没有发后是在天话，这个2点广告12月14号是马来西亚总会成立，那么我们理事长李发起要制作一个猪肉团，我们不是很大的堂，是要30位名额。5千块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总会参加12月14号参加马来西亚以冠道总会强力的抢答会，因为做这个做后团队上一次在台湾省会开这个会代表大会里面，我们韩联医生在这个会上提出一个呼吁一冠道号称有200万的群众，但加入总会只有8000多人，不到1%。换句话说呢，最起码我们要争取到有1%的会员，但是还不到8000多位。也希望在座的朋友是多多鼓励或是参加总会，参加总会。当然了，参加总会也许说我这个商会对不对？为什么？但是跟大家讲，参加总会是很重要，而且很应要，而且很公平，而且很简单了解公平但新的一贯都是对外，这做公平，这个就是咱党来讲各种活动来看一贯都是事情大多数，好稳定这个
赞叹多了哦，所以他们讲说都讲的话，常常做的哦，是那个健康啊，听的给政府的哦，达不到100%对，伊讲到200万人口是足保守国家，人们看看外国的，就叫200万至800万，啊，咱100%都未够，咱讲200万、800万哦，所以是人看才都不会高兴，也许最近可能经济比较萧条一点哦，生活快选较关心化，但是我所了解，经济咱的多亲不可中的哦，做另外其他公益，甚至包括参加其他团队很多的都有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鼓励各位老师之类的哦，我们参加过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偏僻的县市，比方说像台东县啊，像澎湖县啊，那边多鼓励他们参加这样的话呢，也许就会可以平衡他们的一些会务的费用啊。是这样的小广告，谢谢各位。好，不过应该好，谢谢。先报告你台那个导表情况。祸水王瑞龙王秘书长秘书苏业大的，关于着咱这个。管到这个营早的烧脑的内情哦，以后学的感觉，就是讲感觉较无适合。我感觉讲咱管到咱这个专位需要成立一个礼仪小组，把每一个单位、大单位、小单位拢派一个2个，那么共同来讨论，把咱营早烧脑的内情。因为这礼节算咱管道的功能，咱先来成立一个小组，共同研究，研究好势了后，才会各组的建议，搁再规划，通过了后审视上冲，是毋是安尼符合？那么咱才能定一个公约。了后，才会每一个小组，这礼仪小组较好，发出各单位安尼来统一。因为我感觉讲，迄当时用即个改即个咱即个管道即个营早烧脑的即个礼节，我感觉讲较复杂，搁是讲因为迄当时咱师尊所定的，伊也真谦虚，是用即个奖励。那么咱一般的总会一群会议，因为每一个参会者甲遮在座的，拢是以谦虚，就是讲就认好好，拢无详细即个真小心去来注意即个细节，嘛无真深入去来了解，讲即个礼节安怎有点较适当啊，所以我感觉较无合，因为即个礼节就是咱。管道的功能，所以咱必须来做慎重，搁再审计，来成立好可讨论好势。我这是其他感觉来小小建议，谢谢。谢谢。还有3宝贝我们这样中的来答复了哈。还有其他的？来电哦，有大家大家提出来，大家互相分享的哦。这个你有对跟错，这是因为个人看法啊。刚才听到的是民主时代，大家可以提出宝贵的看法，我可以请阿谦这件事。王秘书长，周前人这个李秘书长那个姚理事长那副理事长为前线。大家好。那么或许呢，这边有一个建议那么在前次我们高雄市分会，那么有提出建议，那我们已经有一个案子，就是说现在因为灾劫非常的多，就像921大地震那这当中呢，大家措手不及当然实际发挥很大功能。管道也发挥很大的功能，但是像这个很大的事情出来说，有时候
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那或许在我们高雄市分会提案当中，就是希望我们由一贯道来这个时间来处理。那这当中呢，我们就是建议说，先行改正的，这个优比，当然优比希望卖去干就对了但是咱若把优比起来总是咱边民俗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可以去马上帮助。所以那时候呢，提到我们把它先成立急难救助中心，当然由咱一贯道总会来发布比如讲这个发生在倒位，南部这值得大家的力量去帮助。因为现在实际你看包括咱飞空去因上集团因就随去上京啊。那咱这边大人无好做，但是这1年他飞空以后，我们去承接他然后转给你的，这很多人。所以我们我现在是当时有那个来做组急难救助，那个组内底好些就差不多分类有10几组了交通组、文宣组、总务组、财务组、机动组、采购组采购组上顶登记你爱管下上顶那么还有探讨，就是说发生了你要去看什么情况，是咱总会来处理，我们力量让帮助那个帮助，那个催促，你要讲究而已咱天气人来家的，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一般都发挥很大的功能，包括我们发挥从挂位我们的挂位，那个我们在南投在一起内底组合内底，我们那边的那个马点是负责的对啦。所以你那时候在岛头2000年求到各地所在设佛堂，那天中间呢，佮包括就是讲，佮有把咱学者去来辅导的家长佮精神的，我家庭这我们替他辅导，所以那个功能非常的好。所以你在当中呢，就是说发生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帮助他。那时候雪中送炭，那这个当中我们助人那个也是帮助非常的好。所以后者也是提议这个请中会我们看每个地方都能够成立感弄起来那这发生了，我们马上就发挥功能。没讲哇，这个机会没有啦，人个。交易你无管你做的，袂得过你等下你机会来不及啦。就包括比如讲，你的车内底，你个数内底催促偌济人，包括你的车啦、旅行车，互咱去较土机催促内底公司内底有啥物偌济，都把它整理起来到时咱要这个催促偌济车要动。我们马上有资料，各组把它写出来，统计出来。所以这里预备真正用到了，他马上一关到不简单，马上去动文件起来。就是这个已经咱有发现了嘛来，在第2个建议的时候，你能到龟空，到进龟空，过去就是在带路请回收我来带啦到尾讲你管道超声了事然后叫阮这个导师包括你我来带路这到尾是带你阮遮来因为好些是在高雄负责社务组，所以从你上面那这方面都是来负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大埔前慈悲我们就有一贯道的艺术，做起来非常的庄严，所以我们每次班会90%的99%大家都讲哇，那艺术足庄严个简单隆重个袂安尼抹袂开那这当中呢，我们就是还有招请这歪的咱那个啥收魂招请占领或者收魂，所以那我们一套一贯道会
非常的庄严，所以或者一种建议，当我们在外送的天，在苏醒天准备全堂人开会啦，我们现在苏醒，所以几个包括属于包括登记来的一切都自己在处理，那这一个建议的地方，我们咱这个这个全道不道这个。咱这个小连带奖，那么有一天咱大概2年前，咱老师主笔开法会说咱这个前道发明这个连带奖都母助啦，无钱就对啦咱马上就无钱做这个管我们宝光建德啦，什么新竹人比较多，老师就说你这个老母的这个比例照你对起你有没有到厕所去用一本书啦讲有啊，你每天去几礼拜你从老母那个带到那个本书去你对老母你不见就对啦，所以你这个不要再带了很多好，所以是或许是刚才给那个李秘书长一个建议所以给老师。来讲这个问题所以或者是一种建议就对了谢谢。好，谢谢3位。最后可以邀请谁带一个还有其他宝贵意见，掌握时间剩下只有10分钟左右而已。来聊。如果提供更加意见的总统，那就那边讲。没有。好，请。理事长，各位理事长，还有前人及各位的粉丝，大家好。或许一个疑问好像不大了解所以在这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提出来这个简单的报告。我们一贯道通常就这样讲，同是一母之子，一生之母。我们一贯道是一个大家庭，但是同在我们一贯道总会里面的一个支线的一个单位，好像这个问题可能以前你们听过，但是好像这个现象还在存在。就比方说，2个不同的单位联婚了，但是男方的这个单位往往要求女方的再重配。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有点听过，或是不晓得，但是这个现象目前还存在。如果有这个现象，如果解决的话，我们一个天道的家庭是会乱的。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个2个单位都是我们一贯道总会里面的支线的单位，不是我们一贯道总会以外的单位，那就不用谈的。同时，我们一贯道总会里面支线的单位，或许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如果说女方嫁到男方的，这一边男方他们没有这个要求重点的这个规矩，但是女方呢不进到男方的后头参拜，或者认为这个现象非常不应该。这个一贯道的道场可以说是众生模范的家庭。如果又有这个现象的话，这个家庭肯定会乱。因为什么？媳妇呢，她不是本单位的，她不上佛堂参拜，跟这个婆媳之间就有意见，就有隔阂。你看，我们一贯道
标榜的是要提倡伦理道德，那么一个家庭就不能和了，为了一个道不能和了，那我们怎么样提倡这个伦理？是的。好，谢谢，谢谢。还有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请秘书长、指导理事长来讲。对，刚才这个问题，我或许先回答你一下啊。或许记得在总会里面有曾经为了这个联合有开过会议啊。其实各组这些人现在都很同意，不必再从人都提过了，只要双方再谈一下就可以。那今天问题不出在总会的这个前人会上，可能是在地方上的观念上面就能过了。事实上，总会已经有人在讲过了，不再重提了，对不对？都是总会里面的会员嘛，对不对？那可能是底下地方单位的人，这个好多的上议上面传达下怎么样，不太清楚啊。事实上，我们也要求说在重点。基本上你要加过去的话，大家2万点的谈一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那你放应该是要接近2万的活动，不要说坚持说我不进去，我是报告，你们是5进去，那就不应该了，对不对？应该可以跟2万点是3个人谈一下，应该可以没问题的啊。这个总有开过会，好像有这个协议过了啊。应该现在不会有什么地方上这个观念上有个人问题，而不是代表总会这些人没有这样啊，可能是一个人的啊。这个可以私底下再跟你们沟通一下，跟他们再沟通一下，应该是可以互相商量的啊。是不是这样？你可以，只要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跟当地人士再沟通一下，好不好？但是这个现象目前还没有改善，是不是我们总会要从这个领导前面向他们以下领导在强调补充？这个以后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很严重，对，对，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好，谢谢。好 ，OK， 我们可以再做一件事情，一起对这个大家再交换意见的，好，谢谢你。好，紧接着我们请理事长刚就刚几个问题来回答。有些问题真的是做起来很棘手的，棘手。咱即摆是咱的时间啦吼，希望大家有宝贵意见多多提咱总会实力关系的机会办得也好在这个回复方面有所爱改善的有所爱调整的，拢可以提供出来因为总会分会办事处拢是咱大家。好多有3位这样是提供这3项讲，这个早暗现场的这些问题啦这过去也是拢有讲这个问题啦尤其是咱前时任这个理事长的时阵呢，迄时阵邀请一摆，首先大家了解怎么样把这个一些统一下来，这是咱一般到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咱工作上因为也不一样为第一来是讲对有的是为东北迄边来天津来有的是以上海这方面来安尼因为当初北方和南方遮的这个连线呢，是可能可能前英文因遵照因的过去一款的惯例那么关于这个连线的代志是足重要的代志咱现在你讲随便改合理不合理这个问题啦咱做是会多地所以这是咱是考量的地方问题啦嘛是爱各所线的老先生们因的接受咱总会嘛甲有法度去推行这个代志啦早期咱刘理事因都已经办出来过去啦，就是咱现在一贯都会同意理解啦可能有的做啥有安尼在做，有的做啥无一定啦这个事情我们往后在做一个
一定爱老先人因认为需要同感同意，安尼时呢，咱家来做伙，家来做一个统一宣判安尼是较合理较好因为咱大家都是修道嘛拢是事事不同的嘛那第二位是讲咱这个济难救助提供饮食啦慰问财民啦种种这些问题问题这是过去咱这个主要伊到地方的时候，大家拢是表现了咱一贯道伊这个爱心救助这份分，其实咱是做甲真正互当地灾民真大感动可是咱在面体是靠不得咱报道所以一般人也无了解，咱一般都看到我咧做呢，其实不是，在当地灾民呢，因是讲咱一般都做比政府一个主席单位也都较好，而且因为中部嘛有咱省议会、省运会真正出真大的力，影响力伫这个政府来做这个后续真大啦那现在社会是拢已经把过去的时间，即摆拢改为时间啦过去咱总会甲文会嘛有发布一遍的，讲做啥？爱要担任这时间的人拢会使报名出来有会总会不断的把这个人员做一个了解各方面一旦国际做这方面会议变因为修道当然是爱有爱心这是重要的。那么社会产生了种不同的这个灾难面的时候，咱是不用死的不过这个若是讲保护这个偏对啦需要每年都大家要困难那么经过着过去咱过这个时间告诉你，说明是联络的，做一个来是联络动物的联络，安尼来就是呢，这就是咱国家顺利完成啦这一定还是一个做一个心态，无你这个是要联络不能联络，有时阵是咱若讲我这1点加1点我这个代志，你有当时啊，伊个1点比啊1点，我都去应。这个路途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所以阮也是爱各地也安尼也处理完的要求各地这时间来去完成，慢慢的都叫伊建立的种种的问题，这个对啦，咱讲了。为什么呢？大家当时慢慢学会自觉啦而且民俗的代志，这是各有各的所在啦。不管是咱台湾来讲的，这个小小做北部、南部都是中川但是这民俗嘛无法度拢相像。这嘛看各方面那是要按照民俗，看各方面的。民俗安怎做？爱咱目前综合社会经济，这个从地一般分出来讲，我在讲到叫做已经出来的
家庭，嘛不一定因拢会同意来管做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兄弟大家不一样啊，你兄弟做事做不讲话啦，啊兄弟为做事，啊为做到位，啊为到位哦，啊你是呢产生这个意见，分歧啊。那么你想做是爱分看，啊咱对阿凡是个双重的，嘛爱尊重双卡的意思。双卡老来，咱嘛唔去勉强，哦，啊双卡老认真，咱基本上爱帮助啊，啊帮助叫咱去管理是安尼，是工作流程，安尼是，哦，所以管理这双重，这是啊，公平所在，哦，化解，哦，化解。为什么家庭意见不能出现？所以咱们是尊重大家的靠满哦。咱我哋两个是大家拢可以接受利用然后，啊，像说就是个意见的这些然后，咱利用哦，安尼是嘛可以你那边变做个发现的嘛。反正嘛不太快啊，你好，这个是应对的，我们在今天挂这个报的关系啦，或者第一改变其他人啦，看怎么样，落实啦，提供做出来物件，提供完全没有问题，在利用的对象。你们按照你做这个行动也很有安尼，可以啊。不能用重要的叫来，所以注意的选择啦你我们这种人就是感觉到这些就是这样的但是可以用这些行动的。结果就是尊重一下干点个事但是要家暴家暴不代表因为这比较家暴，别人都在比较方便慢慢的发这些慢慢的在这之类随机应变我哋主要是流行经济啊，对啦过去是我发听见是发的风声啦，但是调查起来，偏偏乱个总会常态这说法，因为咱目前是台湾的有几个单位，有参加总会啦，这个咱有参加总会是。这种话都是他们的意见。所以，如果是办总会，那边看来不一样。咱嘛我就讲总会啦，是以前来办都唔对啦。但是现在是总会会啊，是总会来做嘛，是嘛有是的，是我咧做做不是咱总会所以这点呢，可能啦都是看得见的啦。但是偏偏呢，一般做总会做错，关键。我的解释呢，那好个用好个换多钱啦慢慢的你我慢慢的多啦谢谢大家。好，谢谢市长。只要你有意见的话，请用书面的好不好？用书面的，不管15点到准时早上9点半才开始用书面下，不用长段再叫秘书来留言再给我再会再做长段，做最后的表现用书面下引起很高还不想感谢各位非常谢谢，感谢各位，感谢这次
错的请这个指标器，前到支架3鞠躬1鞠躬，再鞠躬，3鞠躬，支架搁前面1鞠躬，支架搁前面4鞠躬，下一坤到支架3鞠躬1鞠躬，再鞠躬，3鞠躬，支架搁前面1鞠躬。